Hello， 大家好，有今日君の人生学长，我是熊勇 ，A.K.A. 木栅情歌王，太阳摩羯上升处女 ENFJ， 这是我的 video podcast series， 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第2张专辑，也是我们的台语专辑，叫做《未择之路》，它有10首歌，所以今天这一集会比较长，我自己一个人会跟大家分享这10首歌的来龙去脉与我们跟他藕断丝连的一些故事。这张专辑。一开始就是接受到公司的任务，就是说，我们有机会可以跟这个拜达雷百合作嘛。那合作当然是觉得挺开心的，但是因为那时候台语歌没有这么多，然后开始写台语歌，写了一整年，写了20几首，才选到最后这10首歌。行应该也是这一个台语创作历程当中第一首出现的歌啊。这首歌其实就还蛮单纯的，是在讲一个从来没有离开家去外地工作跟求学。For example， 像我这样子的人，像马来西亚的侨生朋友啊，然后香港、澳门的朋友，他们就来台湾读书完之后就求学。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经验上来说，其实行的那个距离跟大家相比，真的是近到不行。我18岁那一年觉得哇，我终于要去外地上大学，是从文山区到大安区。我每天只要经过辛亥隧道，我就会抵达我的学校。到我24要25岁的时候，我那时候研究所在新竹念书。那时候第一次去外地念书的时候，就觉得每天要从台北车站坐车去新竹的时候，有可能会经过很多个赛车地点。经过这个生活1年半之后，其实确实觉得当初没有选择来住学校，是因为我1个礼拜就只有2堂课，我可能来2次，然后在学校念 paper 跟做摘要就好。可是又跟其他同学有蛮多的隔阂跟缺失，这是我一直以来在一个行的人生当中感受到的。所以那时候写这首歌就是有2个角色，一个是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的人，另外一个就是离开了家乡之后再回家的人。那这首歌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象，交流道怎么每个都长得差不多啊？我就去查了一下，交流道的植物都是木麻黄，它是台湾的国道系统当中使用最多的高速公路里面会出现的防风的植物。然后这首歌就是想说，故乡的木麻黄会永远在那边，就是你其实经过每一个交流道都是一样的木麻黄，可是你永远会知道说，在你下交流道要到你的家乡之前，会有专属于你们家乡的木麻黄，跟专属于你们家乡那个都没有离开的人，像我，会在那边等着你。下一首歌叫做《朋友之歌》，这首歌是写歌的时候是晚上11点多12点，那个时候我写了一小段歌词，主要只写了“我一心无条件相挺你”这句话。我来想说，哇，什么样的情况是你会无条件的挺一个人呢？因为我觉得我对我的朋友确实都是无条件的挺一个人的。那在那个时间点，我想说，不要再弹吉他了，不要再想了，太多了，不要再想这么多了。就在这个时候，我高中最好的其中一个朋友突然打电话来，他打来就说：“那个翔宇，你礼拜天有要上班吗？”我说：“礼拜天呐，我看一下，我通常礼拜天都是有事的。”他看了一下，刚好那1个月就只有那个礼拜天没事。他就说，那个他那时候的伴侣不愿意跟他一起去当伴郎伴娘，他说：“你可不可以支援一下，就是来当？”我就说：“可是那个，请问这个是谁结婚这样子？”然后最后东绕绕西绕是他的那个英文系同学。他们家有婚礼，然后他们要跳舞。我说，请问一下，我现在临时被征召，我要跳舞吗？我是学镜面舞，可以学得很快，可是我现在突然去的话，我是就要跟你们跳舞。他说没关系，因为他本来他的伴侣也不愿意跳。说好，反正我时间留下来，因为我是蛮喜欢参加婚礼的人，特别是朋友的婚礼。后来过了1天之后，他就说他气消了，他愿意当伴郎了。可是因为我们已经跟那个他们家说你会去了，所以你还是得去。在这个不认识的前提之下，我就很开心的去玩了一整趟的那个婚礼这样子。后来因为我一直在写歌词，他打电话来的时候他就很哭闹嘛，因为这是包含了爱情的哭闹，跟包含就是说他去当伴郎伴娘要开天窗这件事情。那我后来就是把这个故事写进我的主歌里面。蛮长一段时间，我的预设是全部人在聊天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出现一把吉他，然后大家会轮流一直弹，所以我就把我们小时候那个拿着吉他一直弹的画面跟就是你也没想到10年之后一直谈小时候讲的那些烦恼，现在可能没有发生，但新的烦恼是
你在72小时之后要去人家的婚礼有一个重要的角色，但你突然找不到人，然后你要去帮你的朋友 cover 这件事情。我的无条件的相挺是连我就是跟他们家都不熟，我还是可以愿意去他们家的婚礼这样子。然后一开始被选到的是片尾曲，是 Little Song。Little Song 就是一开始先有副歌的旋律，然后歌词改了很多次。因为我一直都是在写英文歌这件事情比较韩版的人啊，就是会做的比较慢，就是你写英文歌的时候，就还是会出现一些介系词跟 be 动词的问题。那这首歌其实就在讲说，在一个广阔而迷雾的森林当中，一定会有一个人会找到你。所以我所有合作的音乐人朋友们，他们有听过这 demo， 他们都给蛮高分的评价。就这首歌一直在 demo 的那个排名是蛮榜上有名的，但碍于现实考量，我知道一定会很难做，所以就一直没做。那是一直到这个小杜哥说好他选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说完了，这个困境来了，我们要让新店贵族唱英文，就会难度蛮高的。然后那个时候录音也是。就是因为是守夜人的大家一起做嘛，然后他们本来就蛮多英文歌的，所以志玲本来就很会唱英文歌，序章也是可以唱英文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一些语感上不要太重，不要太像中文的点，那我觉得还 OK 嘛，因为毕竟我写出来我还是 OK， 可是有太多字是那个正哥他不太会讲的，所以那天志玲在那边教他教3个小时，就是算蛮难的。对，那所以大家也听到成品上来说，我们这个有把它在隐瞒在这个迷雾的森林当中，就像御茶园的广告一样，在云雾缭绕的森林里面，让他的新店贵族腔如虫鸣鸟叫一般，啾啾啾的在新店的森林里。然后刚刚讲到，因为很多时候看剧本会有一个很安静的点，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因为很安静的点，就是写了《人妻》这首歌。楚妹姐她是开那个小酒馆嘛，然后我很多朋友开店，在大家围坐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会有人突然开始讲一些以前的废话，就明明大家在面对的是当前的生活状态，可是你选择跟大家讲当前生活状态的痛苦跟无奈的那一群人，是你从小到大认识的人，所以很容易就跑偏，就会去讲小时候发生的过的故事。所以这首歌其实就在讲这个情境跟状态，所以对我来说，这首歌是属于那个篝火露营 BGM 首选。对我来说，我的预设是这样：大家聊天的时候放音乐的时候有放到的话，这首歌都是蛮适合聊天的情境上面使用的歌。那跟剧有关的最后一首歌是《洗干净球西》嘛？那《洗干净球西》其实就在讲说，就像刚刚讲到的啊，就是你很容易在 recall， 就是你在回忆，你走进去那个回忆之后呢，有些事情就是街道长得一样，人都一样，做的事情也一样，可是你跟他之间就是有历史的深度嘛。有趣的事情就是时间它可以是一个虚无的事情，它也可以是一个标记，它也可以是一个我们记录事情的方式，但是每一个人在一起经历过那个事件的时候，记录的方式都不一样。我会忘记我看的时候完全忘记那是我们，就除了片头曲跟片尾曲之外，因为片头曲跟片尾曲会就是跟大家讲说这集要结束了嘛，所以你就会知道说是自己的歌，这个还蛮合理的。那中间 pew 进去的时候，然后是我们自己的歌，我就想说，这个时间点下音乐哦，这个音乐是谁？我没有觉得是我们自己的歌这样子。洗干净清洗这些回忆，比比风来相随，较早咱跳做出去，世界迄个相片，现就是俩分头做出现，伫笑容内面。